在抢救性命的时阵呢 ，AED 电击是真重要的角色。卫福部有指出讲，即马经过民间寄付，全国呢在国内每10万人口都有超过65台的 AED 的电击器，而且在民间团体嘛来开发手机仔的 App， 希望大家拢会当了解急救的知识。 救命的黄金4分钟内，除了 CPR 以外 ，AED 嘛真重要，会当 AED 来电击，通好互心脏恢复跳动。有家长讲，伊的囡仔伫学校拍球拍甲昏去，后来是用 AED 急救，然后赶紧送病院，才会当保掉性命。大家都是衔接的很好，在短时间内就是让他恢复心跳。用完 AED 的时候，他心跳有恢复一点点。 对，可是还是没有很稳定，但是至少有恢复一点了。然后所以就是救护人员他们来之后，就立马给他打一针强心针。礼拜，伫咧民间团体举办的 AED 公益记者会顶头，根据民团的统计，因为 AED 设备救回来有超过200条性命。卫福部指出，对2012年开始，每10万人口无够20台 AED， 经过民间团体的寄付，到即马每10万人口就有超过65台。医生表示 ，CPR 加上 AED， 安尼急救的成功率会当提悬真济。 CPR 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很多的猝死的人在当下，通常心脏会不正常的放电。那个不正常的放电，这个 AED 它可以侦测的，就是跟死亡相关的那2种放电。那这样这个状况，我们就把它电回来，让心脏重新停下来，然后再重新跳动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，未来这个曝光度可以更高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救到更多的一些的人。因为现在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机器而失去了这个关键的时间。民团表示，也有真侪偏乡甲学校是无 AED 的，呼吁民众企业拢会当发挥爱心管 AED。另外，民团嘛希望推动全民学会晓急救，结合手机仔 APP， 互急救的知识通好普及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